美国的财富杂志公布着全球上伟大的25个抗疫的英雄。中国头一日提出着警告，讲有新冠病毒的医师李文亮摕下排行榜的第1名。新型冠状病毒冲击全球，有超过250万人被感染。真侪国家到即卖也努力咧对抗疫情。美国财富杂志公布年度全球上伟大25名的抗疫领袖，其中大家较熟悉有中国的李文亮，也阁有其他的比尔盖茨、李显龙，拢伫名单内。李文亮，我记得是那个武汉肺炎的发烧者。比尔盖茨感觉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声音呢。李显龙的话，在台湾现在可能也是被炮翻了，但在大陆的话就是好朋友。我觉得这两个蛮微妙的。李文亮因为伫中国疫情爆发的初期，领先激发疫情，伫名单内摕到第1名，也有比尔盖茨嘛投入经费伫疫苗的研发，而且提供非洲甲南亚建设公共卫生设施，摕到第10名。甚至歌手蕾哈娜嘛，因为承诺提供500万美金协助防疫，摕到16名。不过伫国际媒体上，被大大称赞防疫成功的台湾，却无伫名单内。台湾你们在新闻媒体其实算还蛮多关于台湾的抗疫新闻，所以应该要有一些上榜的机会。还好吧，因为这个东西都是背后有人在操作的嘛。虽然民众反应无共，不过台湾防疫成效，大家拢有看到。即马只希望全球疫情拢会当紧缓好落来，互大家恢复正常生活。